今屆 NBA 西岸季後賽第一輪其中嘅矚目 series 梗係湖人對木狼嘅大戰啦。話說木狼喺最後11場常規賽爆屍屠取9勝2負亦由 play-in 嘅位置升至西岸第6席入季後賽嘅，更加係聯盟少有攻擊同防守 rating 所謂頭10嘅隊伍。當中嘅 Superstar Edwards 更加取得賽季 career high 嘅27.6分，可謂化學作用同埋氣勢都漸入佳境嘅。但係面對住由詹皇加 Luka 呢兩個持有進攻、組織、basketball IQ 同埋頂級嘅巨星，加埋被譽為最強三當家嘅 Reeves一個偽合要打贏湖人3合又真係相當困難嘅。舊年嘅獨行俠亦都由 Luka 以場均32分、9籃板、8助攻喺西決以4-1淘汰木狼。今年再加埋 LBJ 同 Reeves 三個都擅長打 pick and roll 嘅球員，揾出 mismatch 強打 Gobert 同 Conley 呢兩個點已經係其中一條致勝嘅 formula。再加埋湖人亦有條件以 Hachimura、Finney-Smith、Vanderbilt 甚至係 LeBron 擔任中鋒，打造出死亡五小嘅陣容嚟對抗 Gobert、Randle 同 Naz Reid 等嘅大件頭球員。雖然 Edwards 單打能力係毋庸置疑嘅，但係面對對手 double team 大多數仲係依賴遠程投射或者放棄控球，完全唔參與後續嘅進攻。季中請教完 MJ 啦，向埋對手 Luka 偷師啦，都仲係有好多改進空間去解決包夾嘅問題。當然 Randle 季尾喺進攻上都算成功融入球隊嘅，有 long range 啦，有無球走動啦，有自己鏟底進攻，甚至同 Edwards 打擋拆做分波都有。但係可唔可以喺 playoff 有 consistency 去做好二當家呢份工呢？就有待觀察啦。賽果預測湖人6場內以4-2淘汰木狼。